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林北港妈祖坐婚林机到美国参加艺术节。航空公司是特别安排妈祖坐豪华经济舱，妙方讲要让全世界拢看到台湾温暖的妈祖文化。 避风人员陪妈祖行到机场，空服人员随来到山岗，甲新兵安伫咧座位。妈祖方安排伫咧豪华经济舱我窗仔座位，啊保护在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李将军是坐伫咧经济舱，空服人员用安全带真细腻甲新兵固定好势。 北港妈祖当结束过来到日温昌，随后邀请到美国参加台湾巡礼文化艺术节。阿妈祖含同将军比较一般乘客坐飞龙机，赶快买机票过海关。阿北港妈祖这边飞到旧金山、休斯顿、纽约3个所在温昌，这个是头一遍出发。也是第一次把轿子寄到休斯顿。 展开两个地方的绕境事府。比方讲，北港妈祖分灵分布伫咧高大洲，无论建筑、性别，即便伫咧美国三地分钟，让世界看到台湾小类妈祖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